咱较恶的故事，作者是英英。早起上班交班线，照惯例去巡房间，了解住民的状况。巡到71房的时，看到淑芬匿伫房间内，衫拄开一芳仔囝，丝丝簌簌，跍伫遐，毋知咧变啥梦。伊想讲，诚侪工无检查住民房内的用品啊，就趁机会叫淑芬。人退后，互伊检查。当伊拍开拄仔门，还未看清楚内底到底是有创啥，雄雄然后就去互人勒咧。琴仔出手敲伊的头鬃，想袂到淑芬个性温顺，生做山丘，毋知去倒位，甲天照力，话变面就变面，就舞即出戏啊！